不是，他摸我，没摸你，你怎么样好人？我没有摸你。他就是他，他就是7号线的色魔，就是他。警察同志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对他非常了解，他就是一个很正直、很老实、严于律己、道德品质方面没有任何问题的人，这点我可以保证。目前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，等他做完笔录，你就可以带他回去了。什么玩意儿啊！知道什么情况我们就发网上啊！更美女，换个手机，换个心情。谢谢乔丽姐。我觉得这样的变态就应该给蓝天都发生阉割。让我们一起共同讨伐地铁色魔。鲁豫那个事儿，你没看见他们怎么说的？我跟他们讲道理，他们呢？我没说2个句就开始问候我全家了。他们关注的可能不是真相，只是想找一个靶子泄愤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舆论生吞活剥了。我们现在都一起帮手想办法，你别担心啊，我们一定还得起来，你放松一点。谢谢你们。哥，咱们也着急，都跟着没了。那千金的地铁色魔事件，给我报一个。耐心一点吗？我辞职。这是我的辞职信。我只想找你了解他情况，因为柳叶是我的朋友，他是个很正直的人，他不会做这样的事儿。我就是希望你能再跟我具体讲讲那天怎么回事。柳叶现在被网暴了，他很不好过，他很不好过，那我好过吗？他现在这个情况，就是情绪都憋在心里了，我们得想办法让他发泄出来。徒步南山怎么样？这可以，这会咱好了，直接出发。柳叶，在里边吗？我进来了啊。